那个高雄市长补选算入来，这已经是高雄今年第3摆投票啊。本地民进党执政已经20档的高雄，在2档前却雄雄并盘。就地方的民意代表认为讲，高雄人对政治人物的表现反应真直接。有学者认为讲，这摆补选候选人的胜率是差真济。 6月6号，高雄人头一摆投票罢免市长，做市长当外韩国瑜，互市民罢免。刷落来，嘛是头一摆的市长补选，高雄人对政治人物的选择转变速度真紧。韩国瑜伫高雄市长的选举摕80几万票，吼，啊，毋过伫6月6号的罢免时阵，伊摕竟然超过伊当选市长的票数，摕93万几票，吼，所以这代表讲高雄市民对一个政治人物伫地方顶悬伊的表现，吼，好加无好的。 表达是足直接的吼。高雄伫县市合并前后，民进党执政20年，绿营的支持者比蓝营多。不过2档前发生真大的变化。2014年市长选举，迄时阵单局摕到99万票，68%支持，蓝营只有31%。到2018年，国民党韩国瑜摕到89万票，54%的支持，民进党倒退到45%。 刷来2020年总统大选，蓝营伫高雄出34%的支持度，民进党变成62%支持。因为国民党是失去选民对伊的这个信任，所以呢，咱讲安尼2个对比较的时阵呢，看起来像民进党伫遮呢，大家对伊的这个支持度，比较是较稳定的。高雄市民可能对韩市长这个半路去选总统这个行为，无啥会当敢接受啦吼。 所以会当讲国民党这道的选情伊受较困难吼，较艰难的情形就是讲，安怎讲高雄市民会当去接受讲国民党吼。蓝营民代都唔敢讲，即马国民党伫高雄到底佫剩偌济基本票？对民进党来讲，是希望延续罢免后的气势，伫市长补选冲关票数。烦恼讲，伫即个遮短的时间内底。 到底有偌济民进党的支持者是愿意佮行出来投票？以补选来讲，这个选举结果的这个意义其实是有限的。假如讲的那3个呢竞争，咱讲是足激烈。 这个状况，咱比较呢，加开当为这道的补选去解说讲，这内底有啥物政治的这个意义学者认为，不管摕到偌济票，国民党爱思考安怎伫高雄重新站起来。对头一摆参选高雄市长的民众党来讲，这摆补选是练兵，会当和高雄市民互相了解。国政党重点拢是2档后的市长选举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